平常到年节啊，尤其是过年时啊，对一个人大的毒气时代，也佮有弱势族群来讲，难免拢会感觉较孤单。即马新竹华山基金会因特别安排，互毒气老人做伙来包水饺、写春仔过年，互伊会当感受到过年人团圆的温暖。两片抓着，就一个手。 大家为做伙包水饺，哪包哪开讲，真心实。过年时啊，对未少毒气时代甲弱势团体来讲，更较需要关心甲陪伴。新竹华山基金会特别带时代来到社福机关，互时代甲囡仔做伙感受热闹的气氛。以前有包过一次，但是目前没有跟过长辈一起包饺子。然后今天有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大家来陪伴阮。 啊，搁有看到这囡仔足活泼的，足欢喜的。除了包水饺，现场阁安排写春联活动，真侪时代拢笑讲，真久无写过春联啊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，互家乡的囡仔也会当付出，会晓同理心甲感恩。因为这样子，孩子也能够发现，他们是不是只是在要，而是能够给的。这是我觉得，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活动里面，让老人跟小孩都能够，和睦的相处，孩子跟长辈一起在现场包水饺，然后写春联，那之后就一起欢庆农历的新年啊，一起做围炉的活动这样。大家围炉做伙，食家己包的水饺，除了感受过节的气氛，嘛互毒气的时代过年袂感觉孤单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